屏东民用工厂大火造成6个员工甲4个消防人员死亡。嘛，因为要选举啊，所以劳工团体是透过这个事故提出7大劳动诉求，呼吁各党要参选总统的参选人拢爱回应。另外，消防团体初9的时打算要去开刀过暝，因为因想要争取做工会。验过内政部长林佑昌是强调讲，消防人员是公务员，已经有国家法律的保障，无适合做工会。验过伊嘛讲，政府会研究放宽消防人员的给社权的规定。政客真到位，政客真到位，工人到未来。外口当咧落雨，劳工团体伫2024总统大选愈来愈近的时阵，做伙家去开刀，提出解决加薪、保障退休生活、甲降低工会条件等等7大劳动诉求，呼吁4个总统参选人具体回应，提出对策。明年基本工资月薪资虽然会调到27470元，但距离蔡英文总统梦想年轻人的起薪3万元，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。我们要求最近现在要来参选总统的这些人，一定要把这些事情做一个承诺，也就是将来我们的提拨最少要提拨到12%。在一个屏东民用工厂的大火，造成6个劳工甲4个消防员死亡。劳团认为这个事件，佫一个显示台湾劳工的弱势。消防员团体初9下规暝踮伫开刀，表达做工会等等3大诉求。不过，内政部长林佑昌强调讲，消防人员是公务人员，已经有国家完整法律制度的保障。嘛讲目前已经建议放宽消防员给社权的规定。消防员是公务人员，公务人员跟一般的劳工是完全不同。我们非常重视消防员的结社权，也希望能够放宽这个结社的相关的一个规定，降低门槛这一部分也进行跨院的一个讨论目前也有初步的一个共识。基层组织的期待是有完整劳动3权的工会，与其说扩大结社权，我们更在意的是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协商权。行政院的层级做一个跨部会的会议，这样的话彼此之间的交流也会比较有效率。消防署初时下晡，嘛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等等的团体做意见的交流。那消权会认为讲，目前主要的诉求拢还未解决，嘛讲应该要由行政院的层级来进行沟通，若无得到正面的回应，会持续来抗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